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模分享事看福起来，阿明姑刘浩明。你今日有唱到是一个关于特别的艺术家，伊唔单只算是一个服务的表演家，但是伊在琴这个过程里边，伊慢慢的寻到这个文化认同。你今日有唱到喺我哋重用在身上，而有嘅故事其實係對一本觸譜開始。你今日我有唱到伊慢慢的來講一段故事。永在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钟永哲，来自屏东万峦。其實這個萬人的話，唔會講萬歲算是在學狀態係咪？不太算是小時候一直在客家莊長大，因為我是從小時候到現在都是住在台中，但是每次暑假的時候，其實我都會回屏東，去跟阿婆阿公相處這樣。是。其實我以前沒有很喜歡自己的客家人這個身份，對，所以老實說，雖然我們的萬峦那附近其實都是客家人，就是萬峦豬腳街旁邊那邊而已，對，那邊都是客家人，但是我其實對以前可能騎腳踏車在客家莊裡晃的時候，我可能第一個印象想到的就是我的鍾家祠吧，對，可能只有那個，然後是我爸爸在我國小大概6年級的時候，他帶我去，然後好像後面因為就是阿公跟其他人吵架，所以就沒有再去了，所以我小時候印象可能就只有在鍾家祠附近的溪玩水，還有在鍾家祠拜拜這兩個印象而已。嗰個對於你來講嘅話，其實雖然講寒暑假如果鬼都玩滿，但是其實你對客莊的印象其實是模糊的。對，其實沒有那麼深刻。對。可是你頭有講到講，其實你對這個身份其實一剛開始不認同的，是不是？哎呀，這個我就要從頭講哎。對，要從頭開始講，是因為我阿公其實比較古板跟大男人主義一點了。就是我回屏東之後，我們那時候在寫書法。就是因為我的大姑婆是教書法的，然後我那時候就寫完之後，我只要沒有寫好，或者是不合他的標準的話，他就會罵人。然後罵完之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直接拿就是還有墨汁的那個盤子，就直接這樣摔，很兇。所以小時候其實我很討厭自己的身份。我覺得有一個層面是跟我阿公在對我的時候那個的方式有關。對，就是那個的經驗讓你不想要成為那樣子的人，也不喜歡那樣子的人。對，我覺得是不想成為這樣子的人。所以說，他也變成了，就是說，你認為自己是客家人這件事情，你是不想接受這個事實的。我覺得如果從現在，因為我現在其實是蠻喜歡的，對。但如果是從現在看過去的話，我覺得好像是這麼回事。對，我覺得是。可是問題係講，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你開始有了轉變？我在3年前，因為那時候我現在25歲，然後我那時候剛畢業，22歲的時候準備要去當兵嘛，當兵前有一段時間，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好，我一直待在自己可能沒有那麼喜歡的屏東，我覺得有一點沒有那麼的舒服或者是喜歡，所以我決定就離開屏東這個地方。然後我到了花蓮的富里一個村落叫豐南村，就是那個最有名的就是旁邊的60山的金針花海，那邊最有名。然後我在那邊就是打工換宿，對，用1個月的時間去打工換宿。然後在那個之中，我學到跟我自己客家人文化很不一樣的事情是。我自己在研究，就我研究我自己的族譜的時候，我發現說，我們以前有很多可能移動的過程，因為客家人不就是因為一直移動，所以被稱為客人嘛。然後這不斷的移動的過程中，可能我們會更追求穩定的生活。當我那時候去那邊的時候，因為他們那邊移動的程度其實不像我們過去祖先那麼的頻繁。當那移動完之後，他們就已經漸漸的不再去需要給可能別人看，或者是不再需要去
可能我要稳定，我要让别人很骄傲等等的想法出现，它变成是我要好好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去传递我的文化，去传承我的文化，还有谦卑的对所有的大自然。然后我是从这个里面去了解到说，如果我今天不放下对我阿公的想法，就是我阿公可能对我做的那些行为，如果我不试着去理解他的话，那我永远会讨厌我自己的身份。对，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开始想要去了解，我也想要去开始知道说，那我有没有可能是误会我阿公？我是从这一个时间点开始，我才意识到说，我好像跟我阿公相处25年，我没有去理解过他。对，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就是那一个场景所带给你的印象，其实在你25岁的时候，你开始回去质疑说，其实，在那样的场景底下，也许他的意思有其他的意思，或者是说，虽然说没有错，很直接的，你是一个觉得说当时的状况之下，其实你的感受不好，对不对？这是很真实的。但是其实后来长大的你，其实你有从在富里的一个生活经验里面，其实你发现到，其实说不定其实你当时的阿公，他有他的背景在。对，像我阿公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点是，他会跟我讲说，好好读书，或者是要出国读书。对我爸前好大概5年前吧，那时候有问我说要不要去美国读书这样，然后还有。我阿公会说，考公务员铁饭碗，对，或是医生、老师、律师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的族谱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在我想开始理解我阿公之后，我就开始去研究，然后我经营我的我的粉丝专业之后，我把它拍成短影片，然后其实很多人就开始给我回馈，就譬如说，有些人就会说客家人就是因为这样子不断的移动，所以我们就是很不稳定的生活。那以前的人不稳定，其实不是他们想要的。然后现在的社会变迁又那么的快，在那么快的情况下，我阿公可能根本还没有适应，他就被迫得说我要适应现在的社会。但是他们以前那个想法或者是那个生活的方式，他不是说就是他已经60-70年的这个想法了，不可能说一个他的孙子出现之后，他就说我马上改，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回过头来是，那既然我的阿公他可能没办法那么快的改变，那是不是改变人就是我？我要去理解说，原来客家人的这个迁移的历史中，我们一直被当客人看待。那被当客人看待之后，我其实会想要的事情是，我不要被看不起，我不要那么不稳定的生活。那在这里面，我是不是可以去理解我阿公一点说，好，原来他只是想要我安稳的生活，他只是想要我好好的，不要被出去外面的时候，不要说你做那个被这样嫌弃，他只是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而已。对，因为你刚刚一直有提到说族谱的部分因为同一归斗故事里边有讲到族谱的部分，那到底这个族谱的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发现他是我的阿婆，在10年前的时候，他刚好就是在整理，就发现说有一箱旧破的那个纸箱，然后一拿出来之后，里面都是虫，就是被书虫咬得很严重，然后阿婆就这样拿着之后，然后拿火在那边烤，把那个就是族谱这样子用火烤，然后把那个虫子烧掉，对，所以我们的族谱才会有点破的，被我阿婆烤的。然后烤完之后，他其实就把它放着而已，就把它清干净而已。对，他就把它清干净之后放在一个箱子里。然后是我这几年，我前面提到我跟我阿公在和解的时候，我才开始去把它找回来，然后去翻里面的内容。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有2个我比较有印象跟感动的，因为我还在翻译，对，我大概只翻译到1/3而已。但目前为止，我看到2个，一个是我们姓钟，我们是钟家人，然后
族谱里面就讲到说，其实钟家人这个钟这个姓，金仲钟这个姓，以前其实叫做钟里，就是西周的时候有一个诸侯，他被封了一块地，然后那块地以前叫做钟里，然后这块地他封了之后，那个诸侯他的就是那个姓就变成了钟里。然后过没有多久，就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忘记是被哪一个好像是另外的诸侯好像就把他打掉，然后他就流离失所。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战争他要逃亡，他不能被发现说我以前是钟离国的人，所以他们就直接把钟离2个字就把离去掉，变成只有钟这个姓。哦，也就变成一个种乡的一个来源嘛哈。对。可是讲遐片，伊都讲到讲，有一个天的发现，但是天的发现很忙喏。下档节目我哋用在线上，我同讲，休息一下不？我哋马上过来。翻过来复起来，所以节目来自我哋屏东万万的钟永在线上，同你分享讲，伊在族谱底部寻到2个伊感觉到鬼感通的事情。那刚刚你有提到一个，其实你在族谱里面所发现的第一个发现嘛，哈。对。那第2个发现是什么？第2个比较短一点点，就是他在族谱序里面最后有讲了一段话，他说，只要你看到这份族谱跟这所有的东西的人，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很不知所措嘛，就不知道说我是喜欢自己的身份，还是我是讨厌什么。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那时候翻开，光是第1页，我就有一个感受是，哇，原来我是一份子。你是被认同的一份子。对对对。即使在这中间里面，你可能对于你的父亲可能会你的祖父或者是有一点怨怼，但是其实你还是不失是钟家的一份子。对，这都是家族之间的一些吵吵闹闹。没错。那这样子的感觉，怎么让你去过渡成变成自己是客家的认同这一部分？前面有提到我在部落学习到很多事嘛，然后我当时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谦卑。对我来说，他们在教我，就是我在大自然里学会跟在部落里学会的事情是，我要放下所有的成见，跟我要放下我自己是自我中心的。因为在大自然里，其实你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一粒沙而已。在那个情况下，其实你所有的想法跟你所有的意见，其实很重要，没错，但是也没有那么的重要。部落里有一个文化叫巴嘎浪，就是阿美族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假设丰年祭结束，还有一个小小的结尾活动，他们就是透过在河里捕鱼跟吃鱼，去学习说我们这一个活动里可能会有很多的纷争，然后会有很多的不开心，但是随着我们去捕鱼跟吃鱼的过程，把这些不开心跟这些成见把它流掉，我们重新的开始。我是学到这个观念跟当下之后，我才知道说，好，如果我不去理解，我不去思考，我不去把这些我认为的事情放下的时候，我永远是不喜欢自己的。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家族其实也是我自己。对，就是你的自我冲突一直都在啦。对，好，都变成讲，可是你这个矛盾，你要以前去否改的话，其实你自己内在的冲突一直都会在。对，所以说这本族谱里面其实是让你找到了跟自己和解，没错没错，以及让自己知道说你还总嘎了一分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当你找回到自己的身份的定位，以及重新去和解了你跟祖父之间的一个关系之后，带给你什么样的转变？除了我更专心在理解，跟我再更谦卑一点这件事情外，我还做了创作。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表演火舞的表演艺术工作者。然后我其实把我这个身份认同，我原本不是我自己很讨厌自己客家人身份这件事，变成我后面我发现我其实喜欢自己的身份。这个过程我把它变成了我现在的作品。是一个怎样的作品？是个怎样的作品？哎呀，简单来讲就是身份认同。但我觉得它过程很有趣，因为我其实不是在自己的客家文化里跟自己，我不是在自己的客家文化里理解自己的，我其实是在原住民阿美族的部落里理解自己的。所以我的这个作品里，就会是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很喜欢自己的身份，但我去部落之后，我去参与了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不断的理解跟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哇，我以前好像都没有好好理解自己的身份。当我开始去理解、去放下我的成见的时候，其实就算疙瘩在，我还是可以大步的向前，说我是一个客家人。其实火舞是一个艺术的一种表现的方式嘛，可是你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它很抽象，它并不具象。那你怎么去把这种很抽象，甚至是很内心的东西，去把它具象成火舞的动作？因为我前阵子刚好在部落参加了一个家族的活动，然后我其实得到了一个阿美族的名字，叫做吉闹。吉闹，对，是吉闹。阿美族语叫做秧盆，就是以前插秧人的那个盆子。对，客家文化有这种东西。有。对啊，但现在已经几乎没了。对，不过我们的不会抱在，我们是放在旁边。对，好，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对我来说，我可以去模拟，就是当我得到这个名字的那个过程，其实我的身体其实是很，我这样，然后身体就呼这样，大概是这种感觉，对，对我来说那个情绪是，还有我经历的那个一切，我站上那个家族聚会的舞台的时候，我的感受跟甚至我只是跟大家说谢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创作能量。是，还有捕鱼，因为阿美族语其实鱼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嘛。那捕鱼的时候也是，包括我在捕鱼这件事情，其实我的身体我很多旋转的动作。然后我在捕鱼的文化里，我也知道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今天中轴这个东西不稳定的话，其实你撒都乱撒。对。包括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它转化成养分的关键。对，然后还有族谱，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帮助。对，因为我爸就是一个很古板的人。他也蛮古板的，但是这几年他改变很多。然后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里，我看得到我爸的状态跟那个给人的感受，还有身体都越来越好。因为我是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所以其实我看一个人身体的时候，我会感受得到他的情绪、他的身体，他是怎么在表现自己的。然后对我来说，那所有我在重新找回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里的身体，其实虽然它很抽象，没错，但那个东西其实光是我有自信的说出我是客家人，光是我愿意这样子讲，我很自信的站在那边说我是客家人，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力量了。我想这真的是需要非常大的自觉，然后以及内化的过程里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想。那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在那么多的表演艺术里面，你当初怎么会选择火舞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很尴尬呢，因为为什么很尴尬？因为其实你会讲火呗，你很怕火吗？是一个啦，但是是啊，真的是啊，真的还是会怕，还是会怕。我会讲哦，那个是真的火会怕，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怕，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怕死亡的嘛，对，所以其实那个东西很靠近的时候，虽然我习惯了，但是还是会怕，到现在还是会怕，对，还是会讲，一定。但董主中嘛会不会想去练习火舞的？我以前是童军社的，
然后其实台湾的火舞有其中一个说法是说，台湾的火舞其实是从童军的萤火晚会来的，因为童军会办很多萤火晚会。然后我以前是童军的，所以其实我自然而然就有接触到这件事，然后就看到学长姐在上面就在那甩，哦，帅呢，我也要，这种就很是，对。可是问题是讲，这个当初去学火舞的时候，这个后来还是有欣赏啊，有跟老师练吗？其实我都是自学，对，基本上在我学大概是7、8年前，那个时候其实资源没有很普遍，资源没有很普及，所以没办法说到处都有老师可以上课这样。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受过伤吗？哦，这边就一个了。录到哎。对啊，就是这边就一个啊，因为我的那个是一个棍子，然后在做的时候，我在练习的时候就是刮到，然后就这样刮一横，对，像。所以说是被棍子刮到，并不是被火烫到。火烫到也，我想一下哦，这个是被刮到的，火烫到也有，但是不明显，对，已经差不多好了。那一般来说，你们的火舞的火，它是就直接用焦汽油点火吗？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助燃剂哦，这边要证明一下，我们用的是煤油啊，是煤油，对，因为汽油会爆炸，烧太快。对，因为它燃点其实很低很低，所以假设我不小心有一个火花在那，它会突然就是起来。但是煤油的话，其实假设我们用我们的道具，我们是用叫克维拉布，它是一种消防用的防火材料。然后我沾油之后，我用赖打点，我大概要点个2、3秒，它才有办法起来。所以它相对汽油来讲是超级安全的。对，但它还是有危险性，所以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跟要有专业的人来去教这样。那一般都在哪里练习？我自己是在比较空旷没有人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之前有遇过，就是练习的时候，就突然就那个消防车就过来说，我们听到有人那个报案说那个有失火还怎样的，对，然后后来没有事，那个消防员很好，就教我们说，教你们以后真的不小心身体着火，你以后表演不小心，你就在地上用滚的，对，这样子其实是最安全的。好，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有点火跟没有点火练习的效果不一样吗？也就是说我平常可以没点火啊乱的这样子在练习啊，真的要表演的是在点火可以这样吗？是可以，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碰过火的话，就会知道说，假设棍子它大概这样子好了，它如果有火的话，大概这个周围你基本上都碰不到。是，对，然后它的范围其实很大。假设我的道具是大概15公分，那15公分大概还要再往外15公分，这个范围基本上你是碰不太到的，都危险的。对，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差异。但我自己在平常练的时候，我不会拿有火的，因为毕竟煤油也蛮贵的。对。嗰個唐人片我發現到講，其實算是一個藝術家，但是伊喺自我認同地位嘛發現了幾多事情。休息一下喎，下段節目我哋買幾多好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節目來自我哋屏東灣萬嘅總勇者，同我哋分享講，而家嘅火舞係樣嘅去練習嘅。就想問下，因為其實你有一個叫做玫瑰藝術家的一個稱號嘛，對。這個玫瑰藝術家，怎麼你講到玫瑰呢？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很喜歡，就法國的那個經典童話故事《小王子》。然後。小王子里的那朵玫瑰，它其实，在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跟小王子说：“你其实可以不用保护我，因为我有自己的尖刺。然后如果有野兽来的话，我可以让他们吃那个刺，然后我可以保护自己。这样，它就像一个很美丽，但是又很脆弱，因为那个刺其实小小的。老实说，野兽来了，它根本不会。”有任何就是他其实抵抗不了野兽，他没办法保护自己。然后我觉得自己
在这段身份认同的路上，就很像这朵玫瑰花。对，我在不断的尝试找到自己的身份，但同时好像又很脆弱，但又好像努力想要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开出一朵花的感觉。所以等于说，其实，但是问题是，这个玫瑰之前还是有一个隐喻，就是说它其实被保护的好好的、对不对？它不是被一个钟罩给罩着嘛，对不对？对。那你自己也觉得那一段时间，其实你也算是被保护的一个过程嘛？对，我觉得是因为在我开始意识到说，其实我好像没有自己那么喜欢自己身份以前，我其实一直被这个文化好好的保护。所以当我开始可能因为童话故事里其实没有，小王子里其实没有这一段，但对我来说，我的感觉很像是我自己把那个罩子拿开，我开始去面对外面世界的挑战。但同时现在我又把那个罩子放回来，对我来说，我认同了自己了。所以那个东西，以前我可能觉得它很讨厌，所以我想把它拿走。但是现在我发现说，其实我很喜欢自己客家人的身份跟文化，它其实可以是我的保护伞。可是为什么我的感觉这一点不大跟你一样？我觉得其实是你后来自己变成了一个罩子去罩住其他人。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等于如果我们操控的一回是给美对你来讲法是一个束缚。对。在小王子的故事里面，它是一个保护。那也许没有错，在这样子的一个宗族的一个关系里面，其实你的身份也是受到保护的。好，那但是你就像你所说的，一刚开始是故事里面是小王子要离开，对，所以说他告诉说我可以自己保护自己。可是你刚刚提到的是，你可以把这个罩子拿开了，可是我不觉得你现在把罩子拿回去。哦，真的吗？只是说你已经坚强到，你已经茁壮到，其实你是可以去罩别人。我可以罩你了。因为我已经可以，我自己的冲突已经解决了。我没有想过但我觉得刚那个感受对我来说蛮好的。对，对你来说，当你可以去解决了自己内在的一个冲突之后，那其实你就可以很有自信的去迈向未来的方式。真的对。那在这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觉得你最想感谢谁？最想感谢谁？我最感谢的是我2个爸爸。对，2个爸爸。对，第一个是我的亲爸爸。对，因为老实说，我小时候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跟他大吵一架。但对我来说，那个大吵一架是因为有些人大吵一架完之后，我们就是从此决裂。我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往来。但我们有一层亲情的关系在，我们不得已我们要去面对各自没有那么成熟、没有那么好的地方，但也是因为那个吵架，所以让我跟我爸其实在近几年我们2个的交流都越来越好，甚至我爸其实以前也没有很喜欢我阿公的做法，对，然后他其实很讨厌，但是他自己在以前的生活里，他一定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角色或者是行为，他意识到之后，在那个吵架里，他也重新的再慢慢的去改变。然后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也发现说，好，其实我不讨厌我爸，我不讨厌我阿公，我讨厌的是那个方式而已。所以这个整路下来，其实我跟我爸的关系反而越来越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2个是前面有提到，我得到了一个阿美族的名字叫吉闹嘛，对，那个是我之前在打工换宿的时候，那个老板给我取的，因为刚好遇到他的家族聚会，然后他的夫妇就是曾祖母，对，就是他们家族里最大的那个，他就跟我说，就他应该说他跟有一个叔叔说，我觉得要给他一个名字，这样，因为他谈阿美族语，所以我听不太懂，但是因为我后来有听老板在讲，他说应该要给这个小孩子一个名字，因为我在那个部落其实前后已经待了大概3年多了，对，不是一直待在那，不是一直待在那，是我会一段时间都回去，一段时间就回去，其实我已经回去5、6次了，然后一段时间大概都是待1、2个礼拜，在那边学习跟在那边生活，然后他就还说，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名字，然后我才得到了阿美族语这个吉闹的名字，对，
所以我一路上其实最感谢的是这2个爸爸，让我去重新的，不管是从阿美族的文化里重新的意识到，或者是我跟我爸之间的和解，都让我更有力量站在这边。所以说，等于就是你的这个人其实已经被2个家族重新去接纳了。对不对？就是你等于是讲，你这个黑的慢慢相中的你的感受，但是同时嘛，还一的福利阿弥陀佛一的你，好，你有一个在这个族里面，你有自己的名字。对，所以说等于就是你不仅是走出了以前你不喜欢自己的身份，甚至不了解自己的长辈的一个状况，其实同样的，你今天是来自于2个完全不同的种族里面的关心跟爱都在你的身上。没错。其实想跟我一件事情，就像你刚刚提到你爸爸的问题，因为其实你跟你的阿公也许就是那短暂的接触的一下子，可是对于你的父亲来说，他可能他的 lifelong 都是跟你的阿公在一起的。对，所以说他也理解他的父亲就是那个脾气，他的感受应该比你还更深。对，真的。所以说，其实你刚刚是说，后来你觉得你爸爸要转变了，我想他可以理解说，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子不爽，因为在旧有的教条里面，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对。可是你给他一条路，就是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不爽，原来可以这样子对爸爸。或许吧，我回去再问看看他好了。对啊，所以说他觉得说，哦，原来现在的小朋友其实这样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可以被接受。那其实我们回到就是你刚刚的艺术展现，就是火舞这一部分嘛。因为其实火舞这样子的艺术展现方式，其实贵少也有啦。其实台湾来说，贵少也有。那假如今天有人觉得说，他也想要练习火舞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建议不要烫到自己吧，因为被烫到很痛啊。但除了这个之外，我会说，有喜欢的事情就去做。对我来说，我在追求，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也是一个很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而已。我妈妈是做会计的，我爸是做学校老师的，所以当我要走艺术的时候，其实是又是另外一种冲突。但在这之间，我学到一件事情是，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把它做出一个成果来。天底下大家都会阻止你，没错，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做出成果，那谁也挡不了你。而且在那个成果中，家人其实也会渐渐的认同你。就等于讲，其实你那个转型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莫讲，我今天想要做这个，然后明天想要做那样。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很担心说这样子的犹豫不定，其实最后其实你不仅没有办法从工作里面得到一个兴趣，可能你自己也会越不了解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可是我想问一下讲，因为其实今天讲到客家的文化一件事情，那未来你会把客家元素放进你火舞的一个创作里面吗？这是我的未来排程中要完成的其中一件事。我做表演艺术这件事情，我有身份认同之后，我自己要做3个作品。一个是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我在重新找回自己客家人身份，然后我在阿美族的文化里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因为我有2个身份嘛，对，阿美族跟客家的，所以第二个我想做的是阿美族的，对，我想要做关于阿美族文化的演出，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客家文化，对，我想要做这3部曲，让我自己未来的一个，算是我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等于如果其实从你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等于就是我们先把终章先介绍出来。然后再讲你的第1章阿美族，然后再讲你的第2章客家。只是说在你的3部曲里面，你先把终章这件事情先挪到前面跟大家讲。在节目的最后啦，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要对自己讲？我对刚刚讲的话印象当主持人你讲的，就是摇摆不定这件事情，我其实印象蛮深的，因为根扎的不稳的时候，你随时都会被吹走，所以。我如果要跟自己讲的话，我会说，世界上有1万个人，就会有1万种对自己的看法。所以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而是你怎么去定义你自己。伊啲族谱唔单止可以表现深度自家嘅劲，同时嘛可以表现自家创作有认同以外为轨道文化嘅一个现象。今日咁請我哋呢用這兩個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謝謝主持人，多謝太卡。休息一下喎，都聽我哋欣賞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